神为什么要求我们做诚实人呢？主耶稣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”神的话说：“我的国度都是要那些诚实、不虚伪、不诡诈的。世上不都是那些老实忠厚的吃不开吗？我正和他们相反，诚实人到我这里来就行。我就喜悦这样的人，我也需要这样的人，这正是我的公义。”神的话还说，所谓诚实，就是能把心交给神，凡事都不对他作假，凡事都向他敞开，不隐瞒事实，不做欺上瞒下的人，不做仅仅是讨好神的事。总之，诚实就是做事说话不掺水分，不欺骗神，不欺骗人。是啊，神是信实的，神的国度里要的都是诚实人，所以神就要求我们做诚实的人呐。我们一定要听神的话，学会做诚实人。我也要学会做诚实人。单纯诚实，小孩子的样式，天真活泼，满了生机朝气，如同天使来在人间，如同天使来在人间，没有谎言，没有诡诈欺骗，心怀坦荡，活得有尊严，心归给神，让神心得国，是神所喜爱的诚实人。喜爱真理的，都是心灵诚实，都是心灵诚实的人。诚实的人，以实行真理为乐，顺服神，心灵平安。敬畏神，远离恶，凭神话活着，活在神话里释放自由，接受神的鉴察，活在神面前，爱神就是幸福，就是快乐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从小就信神，快不快乐？快乐！我也很快乐。心里爱神，他是有享受，按神话行事，活得真轻松。我心里只有神，只有真理，神话语已成为我的生命。